魔术强森 Magic Johnson 今天在美国职篮 NBA 洛杉矶湖人投下震撼弹，宣布辞去篮球营运总裁职位。强生在临时记者会上说，今日我将辞去总裁职位。他说，湖人老板巴斯 Jeanie Buss 事先不知道他将辞职的决定。路透社报道，曾效力于湖人并入选名人堂的魔术强生说，这个工作我做得不开心。59岁的魔术强生说，没有当湖人总裁时，我比较开心。在魔术强生宣布辞职前，体育电视频道 ESPN 一篇报道说，他与教练华尔顿 Luke Walton 已有好几周没有交谈。湖人去年成功延揽詹姆斯 LeBron James， 魔术强森是主要功臣。但在詹姆斯加盟湖人的第一季，华尔顿无法率领湖人打进季后赛，如今饭碗可能不保。